你的心愿我来帮 ，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勋勋。上次呢也是艰难的打下了基杆，今天又有小伙伴要我再打遍基杆，并且还要我放一首春娇大佬的音乐。我说兄弟们，你们也太有情调了吧！放音乐可以，但是基杆真的难打，你们就放过我吧。这时呢，就有小伙伴和我说勋勋，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我们就会全头给你点赞和关注。唉，这我也不好拒绝呀。兄弟们还是老规矩，看到这个小白心了没？把它点亮，上面的加号记得点消失哦。3、2、1，你点了吗？好了，音乐走起。思想變得大個，係對你犯下大錯。你話我唔買冇用飾品，你慢慢心淡，覺得我對感情唔認真。知道男人係天生嘅小朋友，小朋友又點會忽略人一半感受？但我只係欠住教經歷，令到我意濃厚。證明嘅世界永遠好動帶着可，講佢冇時間迷惘，愛情中結你那。最后点个关注，认识一下吧。我是勋勋，一个完成你们心愿单的主播哟。